萨利嘎嘎马波隆吉米亚嘎咕，我是米娅。今天我们要继续练习阿美语书写系统里面的母音发音练习。今天要练习的是英文单字里面的一母音的发音方式它发音接近注音的但是它是喉塞音，所以你要发短音，像塞在喉咙的感觉。发音的时候注意，舌头要平，嘴唇要平，自然的发出喉塞音。现在开始练习单字。affair， 飞。affair， mafalios za aiga affair go higugi。mafalios za aiga affair go higugi。mafalios za aiga affair go higugi。台风天，飞机不飞。第二个单字，嘎恩，吃东西的吃，嘎恩。在爱嘎嘎恩那个古亚夫定，在爱嘎恩阿古古亚夫定，在爱嘎嘎恩那个古亚夫定。那些鱼我没有吃。母音的单字，母音它只放在词首、词中，不会出现在词尾。第一个单字 affair 放在词首，第二个单字感恩放在词中，所以这个母音它是不放在词尾的。我们今天练习了两个单字 affair 飞，感恩吃。好，这是我们今天的母音发音练习。